第六章色相义，所谓先记义者，无自欺也。如恶恶笑，如下好笑，错之为自欠。各观者必先记得也。小人行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。向观者之好俨然，俨之不善，离道之善。人之事己，如见之喜甘然。适可约定，此为行有中，行有过。各观者必先记得也。行主话，是目所视，是手所指。是然后，夫论恶，则论心，心抗体团，各观者必先记义。第七章，色境先修心，所谓修心在境之先者，心有三分体，色不得其境。有所强酷，则不得其境；有所好傲，则不得其境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境。心不在焉，其理不见，听理不闻，识理不知其理，此为修心在境之心。第八章。色修心得家，所谓舍其家，在修其心下，人之其所亲爱而撇缘，知其所憎惡而撇緣，知其所畏敬而撇緣，知其所愛天而撇緣，知其所惡道而撇緣。各下利知其惡。惡利知其利者，天下現義。各萬有之話，人莫知其主之惡，莫知其表之邪。此為心不修，不可以舍其家。第九章，色地家之國。所謂之國，必先捨其家者。其家不可告，是連告人者不至。各觀者不出家，而行告有告，後者所以屬君也，後者所以屬長也，主者所以屬長也。空可話，如被切主，心想求之。雖不良不願意，理有合兩主之學家者也。一家人，一個鄉人，一家良，一個鄉良，一人貪利，一個作亂，其機如此，此為一言分數，一人定國。堯舜率天下以仁，黎民將士；桀燹率天下以德，黎民將士。其所令患，其所好，黎民不將。是各觀者有自己，如何有自人；無自己，如何非自人。所當何先不屬，歷練如主人者，必之有也。各地各在捨其家。詩文：可其夭夭，其業先先。其主無歸，己其家人，己其家人。之後可以告國人。詩文：義鄉義地，義鄉義地，之後可以告國人。詩文：其義不貼，正是事國。
其为父子兄弟作化，如何免法事呀？这为治国大社之家，第十章写治国平天下。所谓平天下，在彼之国家，上老老的民乡好，上中中的民乡地，上适高的民不贵，是以君子有结故之道也。所有上，不以私下；所有下，不以私上。所有前，不以善行；所有後，不以忠前；所有右，不以交左；所有左，不以交右。此之為結故之道。是云：國之君主，民之父母；民之所向下治，民之所昂下治。此是為民之父母。是云：出自南山，以色岩岩，色色殊溫，民故逆相。有國者，不可以不信。辟則為天下列矣。是云：阮是離喪屍，則體相對。以淡有溫，寸量不移，得必將即必講，必將即必講。是國君主先先何德，有德出有仁，有仁出有土，有土出有財，有財出有用。節者本也，財者不也。為本內外，將民是大，是個歹主則民善，歹善則民主。是個眼背的出者，亦背的接；下背的一者，亦背的出。康可話：一量不無常，得善則是智。不善則是之意。他說話：他不無以為德，以善之為德；叫喚話，亡人無以為德，人親以為德。今世話，若有一個人，斷斷河無他意，其心hilhil然。其如有用言，人是有記，略記有記；人是干性，其心下志，不其約住其可出。是良養志，以良多我子孫為民，上曰有利在。人是有記，馬即以下志。人是干性，是為之必不通，是不能養，亦不能多我子孫為民，亦話大在，以人人康流之，並出屬於不無當中國。此為以人人為憐愛人。憐愛人，見賢而不能顧，顧而不能先，慢也；見不賢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忘，這也。好人之所傲，好人之所好，是為不仁之行，在必大夫心。是個君主有大德。必忠信以直志，交泰以實志。
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死之者寡，为之者少，用之者数，积财行足义。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利有相好人，利下不好之者也。利有好之，其事不将者也。利有夫靠财，非之财者也。明显自外，枪马相，不察有家动。发兵之家，不跳求阳；吉祥之家，不跳自念之神。有其有自念之神，另有道神。是为恶，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中国家利不在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必为先治。小人治是为国家灾害定治，虽有贤者，也无如之何矣。是为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